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小弟嘅 YouTube channel Gordon 吹水 talk。呢條片呢就同大家傾下，即係世界盃嘅半決賽，西班牙2-0技術性擊倒法國。呢場波開波之前，我諗好多人都會即係稱先法國少少。我自己嘅賽前都係有咁嘅觀點，但睇完成場波之後，真係西班牙絕對可以講係技術性擊倒。我自己簡單講一句就係、西班牙將法國前面嗰4個呢叫做完全孤立咗。咁嘅情況之下呢，即係叫做割裂咗啦嚇，將法國前面嗰4個當成擺設，基本上咁就變咗法國就毫無抵抗之力。因為成場波嚟睇，西班牙從一開波已經係控制住個戰局，控制個場波，即係法國完全搶唔到嘅。法國嘅踢法咧就好似即係上半場下都仲好似巴黎聖日門咁樣，即係安力基巴黎聖日門咁樣踢個波，開波踢個波去邊線，即係前場邊線，然之後諗住想搶。但係你對住呢隊西班牙根本係搶唔到，成場波法國根本係搶唔到個波。喺咁嘅情況之下，西班牙控住個波，但又唔冒進，即係唔係話冇，即係唔係話淨係喺後邊猜傳。佢哋西班牙上到中場，穿咗你條中場線之後，如果前場唔夠人嘅話，佢都會控住，唔會冒進，然之後等你即係。簡單嚟講，算亦叫做消耗你法國嘅體力，要褪翻嚟，然之後佢會再慢慢組織到更加成熟，咁佢先會去，或者咁講，全隊波11個人，或者可能係教練部署又好，揾啲咁好，有機會去爆，有機會去咩，有可能會失誤嘅，只得一個就亞馬。如果亞馬唔爆啊，或者唔去嘅話咧，基本上其他人都唔會去嘅，其他人都好穩陣咁控球在腳。喺咁嘅情況之下，簡單講咁就法國就叫做基本上已經廢咗。因為如果佢哋冇波在腳嘅話咧，前面4個或者你曉飛都冇用啦。所以有時即係佢哋全場西班牙控制力已經令到法國已經中場已經輸晒，冇波在腳情況之下，咁法國就即係只可以係咁喺度追，喺度守，喺度叫做遮線又好，乜都好，完全做唔到嘢。前面嗰4個點勁都好係勁啊！即係特別上半場，奧利斯有幾下喺大禁區至中圈之間嘅空位攞到波，想俾隻線，但全部都俾西班牙嘅球員卡住晒線路嘅，基本上都傳唔到嘅。佢嘗試，我冇記錯，佢嘗試傳過3次都係俾西班牙球員卡住。然之後，就算佢哋帶波都好啦，帶波就係一個拍埋去逼，然之後其他人就包。咁你即係等於過到一個，其他人已經包到埋嚟。已經搶走咗啦，已經拍到埋嚟，已經有一局你又就搶走咗，所以呢場波基本上係全場波西班牙控制戰局，法國真係毫無還擊之力。睇翻上嚟呢，仲衰過上一場，法國仲衰過上一場比利時。老老實實，比利時佢即係佢啲進攻，起碼都叫做可以去下邊路，然之後傳中，咁咪有包抄。而家咁樣睇嚟，即係我唔有少少武斷啦，可能。而家咁樣睇嚟，上一場比利時嘅 CDK 踢中鋒仲好過麥巴比踢中鋒。今場波有2-3下啦嚇，好似即係法國右邊官迪落到底，即係唔係落到底啦，可以即係橫傳國際線路咁樣。橫傳過嚟，即係等人攝、等人撞都基本上有噶啦。但結果咧係一下，我記得好似係冇人攝，另外一下就係麥巴比攝遲咗個波已經過咗，佢先到嚟，
所以基本上即係仲衰過上場 CDK 起碼有一下叫做攝贏啊古巴斯，然之後頂到追和，所以即係武斷啲咁講，之後 CDK 踢中鋒仲好過麥巴比踢中鋒咁樣，所以基本上成場波法國嗰前邊嗰4個係好勁，即係賽前都覺得係好勁，個身價都好高，麥總啊咩丹比利啊金球先生啊奧列斯喺拜仁好鬼勁啊，皇馬想成1買啊，咁噼里呱啦嗰啲左邊嘅巴高拿同埋阿杜伊咁輪流踢啊，即係巴黎聖日門咁勁，咁你4個肯定勁啊！結果今場波西班牙就踢出嚟就話俾你聽，我控制住個戰局，你攞唔到波嘅話，你幾勁都冇用，只係喺前面當擺設，完全冇用嘅。咁基本上就成場波就係西班牙就喺咁嘅局面之下，叫做玩弄法國於股掌之中。而入當然啦，入嘅第一球算有少少偶然嘅，叫做不過都有偶然得嚟都有啲必然咯。呢個點好明顯就係法國嗰啲弱點，即係人哋西班牙一個強點，也馬喺右邊，你出個迪尼 ，OK 我明嘅。前幾場都出迪尼冇問題啊嘛，因為前幾場基本上都冇乜即係冇乜即側擊勁嘅左邊或者點講好叫做冇乜大嘅問題啊嘛。咁你一路用盧卡斯迪尼冇問題嘅，但係去到呢場波，你仲用迪尼對住也馬，雖然話到咗下半場你換咗迪奧香南迪斯咧，好明顯係好表現。你都有少少可能也馬嘅體能下降，所以俾迪奧香南迪斯食住啦嚇。但係你會唔會真係試下？即係你其實應該用迪奧香南迪斯做正選。當然啦，呢啲冇事後如果啦。結果今場佢繼續用盧卡斯迪尼嘅話，左邊呢度就變咗一個叫做死位啦。第一球波就咁樣，佢想解圍，然之後好明顯也馬快啲衝埋嚟。咁就播到你踢佢，咁就12碼，咁就輸球12碼。奧耶沙巴又好穩陣咁射入，咁嘅情況之下，成場波法國完全即係組織唔起攻勢又好，佢前面四個完全廢咗嘅情況之下，一落後嘅話，咁就更加慘啦。即係其實咧，賽後有即係阿迪金斯仲喺度話咩？球證嘅水平唔足以執法咩世界盃決賽。其實法國落後咗之後拉比奧鏟落去洛迪個腳勁嗰度，呢個應該紅牌啦。即係就算唔直紅都應該睇 VAR 睇黃牌2黃1紅落紅牌㗎啦。但結果球證即係乜嘢表示冇，淨吹咗犯規之後乜嘢表示冇嘅。咁即係其實迪金斯好明顯就已經攞咗便宜啦，攞咗便宜仲喺度咁樣投訴，即係佢真係夠膽死喎，真係迪金斯。所以即係睇佢兩咁賽後表現，同埋佢臨場換嘅時候，都好明顯真係睇得出真係法國真係抵輸喎，真係。即係你自己調整都冇用啦。其實佢調整唔算冇用嘅，有啲用啦。起碼佢即係換走奧利斯，換上卓基上到嚟咧，即係叫做喺後防線，喺西班牙後防線同埋中場線，即係嗰個兩線之間都有啲即係可以創造啲機會，即係有幾下佢想自己短距離爆入去撚入去，然之後俾隊友或者自己想撚入去又好都比奧列斯做得好呢個事實。有一兩下叫挑傳，咁你話挑傳，然之後夾唔到隊友，然之後俾對方化解或者即係龍門立到，咁你都冇好講但係起碼佢嘅表現咧好過奧列斯少少嘅，起碼都真係。所以其實咧個調整，但係咧即係奈何西班牙即係成場波嘅控制戰局同埋個 control 真係個控制實在太好，所以令到法國真係完全無計可施，
即係技術性擊倒輸咗。即係呢場波比起2年前嗰場真係更加地技術性擊倒。2年前嗰場歐國杯半決賽真係法國仲可以叫做入波先，靠穆安尼入波先，然之後西班牙先追翻。今場波真係完全法國真係完全一啲機會都冇，即係你話好實質好黃金機會真係完全冇。上半場真係幾乎零添啦，下半場叫做體能大家體能有啲下降咁樣，體能注意力有啲唔集中嘅話，法國先有翻1-2個中籠，其他都冇，即係好黃金嘅機會都真係完全，我印象中好似一個都冇，真係比2年前真係更加技術性擊倒法國今場西班牙。所以呢場西班牙 OK 發揮佢嘅統治力，如願入到決賽啦。咁佢嘅對手會係邊個呢？英格蘭定阿根廷呢？聽朝早深夜凌晨就會今晚深夜聽朝早嘅凌晨就會知道㗎啦。阿根廷對英格蘭究竟邊個會出嚟對西班牙呢？ OK， 今場波就同大家講到呢度。如果大家覺得小弟講嘅啱聽嘅話，就歡迎 CLS 小弟嘅頻道。多謝大家支持。